后来继续来看韩国瑜元旦升旗连赶3场，先为高雄的谢文珠场馆来出发，第2场来到文化中心，带领全场做伙唱改编的新年快乐歌，刷落来赶到台南参加升旗典礼，嘛到玉峰宫去参拜。会后接受到访问，讲这通过反渗透法是民进党压霸行为。 高雄元旦升旗典礼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赶3场，对第1场伫谢文珠场馆，第2站到文化中心，现场人真多，不少民众天也未光就去占位。韩国瑜到位时呼声不断，伊上台致辞的时阵，带领全场唱改编版的生日快乐歌。祝你新年快乐。这个字叫乱，混乱的乱。2020年，我们迎接另外一个字。 爽不爽的爽，好不好？新年新希望，马向市民发声，现场是充满正义味。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打造更耀眼的高雄。亲爱的台湾同胞，让我们更努力，让全台湾更光荣。中华民国万岁！虽然韩国瑜赶往台南参加第3场的升旗典礼，这场嘛唱选举造势场。 再来，搁到玉峰宫参拜，针对反渗透法通过，搁再批评民进党。民进党一定要搞清楚，你要让人民爱你，才会支持你；还是要人民怕你，才会支持你。弄这种恐惧的这种氛围，对台湾社会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新年第1天连赶3场升旗，为最后的选战冲线，全力拼落去。